的力量，我感受你奇妙大爱，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我起伏在忧愁失望，因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
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来宣告，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是主啊，直到你的信实永不改变。我们要持续的来敬拜，持续的带领我们的敬拜来到你的宝座前。主，我们的父，呼召你儿女跟随神迹，如此靠近，渴望我们能看见。我们的父，呼召你儿女跟随神迹，如此靠近，渴望我们能看见。你是心事，从未离开我身边，天父，我心靠你，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拜你。是的，主，我们要更多来敬拜你。主，我们的父，呼召你儿女跟随神迹，如此靠近，渴望我们能看见。你是心事，从未离开我身边，天父，我心靠你，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拜你。你是心事，你是心事，从未离开我身边，天父，我心靠你，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拜你。主啊，一次的失落，你都带我们走过。一次又一次的跌落，没有一次不被你所拯救。你看顾我，落下的每一滴眼泪，没有一滴不被天父存留。我的安慰，一次又一次的跌落，
这世上有谁能够像你？你的爱圆融美无止境，世上无人事物能相比，唯有耶稣你能满足我心。你同在，如天堂降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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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耶稣，哦，耶稣，你同在，如天堂降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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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同在，如天堂降临。你同在，如天堂降临。哈利路亚！主啊，是的，你现在就同在，与我们同在，就在这里。我们来高举你的名，我们来呼喊你的名。主啊，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主啊，是的，主耶稣，耶稣基督，你现在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源头，我们要大声的来敬拜你，哈利路亚。愿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
神别无所求，只愿能认识你。所有成就都不能够与我的主荣耀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弟兄姐妹，我现在邀请你，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要像刚刚我们敬拜那么大声的来向我们的主祷告。我们要为了自己能够更渴慕神，能够更单的仰望神，能够更单的定睛于神来祷告。为你自己祷告，为了你跟神的关系来祷告。我们一起大声的开口，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是我们的基督，谢谢你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你是我们的源头。主耶稣，从我们的生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信仰，主耶稣，我们的人生，主耶稣，你都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就求你让我们能够更单的仰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灵都单的仰望主你，我们就定睛主你。所以说，让更多人来敬拜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耶稣基督，我的我们的手不依要放下来，我们的靠。心不要慢下来，我们要继十续字架大声地是唱。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这么美好的敬拜。我们要将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荣耀，主耶稣，我们都要来献在主你的面前。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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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请坐。好，在今天信息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刚刚让我们有那么棒的敬拜。主，我们相信我们的源头就是在于主耶稣。我们相信唯有耶稣，你是我们的满足。我们相信唯有耶稣，你是我们的医治。我们相信唯有耶稣是我们最大的爱。求神让我们在等一下的信息跟等一下继续的敬拜当中，你的灵先触摸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与你相遇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你的能力与我们的能力交换。我们是软弱的，但是神你是大有能力的。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先邀请你告诉旁边人，跟他说你刚刚的敬拜真是太棒了。感谢主。我是永光教会的亚伦传道，那很开心今天能跟大家在这边一起来分享。等一下让我解锁 ，OK。其实我发现我离你们好像有一点点的远，好，没关系。
哦，好，没关系，我在这边。好，还是黑吗？这样，直播的你有看到吗？好 ，OK， 有。好，那 OK， 大家平安。那很开心能跟大家一起今天在这里一起来经历神，来敬拜神，或是有一个更浪漫的说法，就是和神来约会。大家没有情人的感觉哈。所以我想问大家，你口渴吗？刚刚这样唱一唱，你口渴吗？不会。如果你渴的话，你可以喝水没有关系。那是不是我们的肉体会渴？那有时候灵魂也会干渴呢？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忙碌的世界。那我们每天都在满足大家的期待，可能满足你的老师，满足你的同学，满足你的上司的期待和需要。我们不停的给出去，不停的给出去，一直在奔波。那你有没有想说，很多事情你做完了，但是却你身体也休息了，然后你可能才趁周间的时候去其他地方玩一玩，游山玩水，又回来到你自己的家里，然后却还是觉得怎么还是空空的，好像缺了什么东西一样。所以那种感觉就代表说，你的灵魂其实已经脱水了。你可以帮我投我的 PPT 没关系，谢谢。好，等一下就会出来了。好，谢谢我们的同工，我们的音控同工跟投影同工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我发现说，当我们没有字幕之后，大家都愣在那边，大家都唱不出来了。所以我们音控同工、投影同工非常重要，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好。所以不管我们外在的生活看起来是多么的充实，那其实我们内心的深处已经发出了一个求救的讯号。所以这种干渴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的压力，然后有时候是因为在一段关系当中我们受伤害了。那其实也有时候是我们太久没有回到神的面前来，好好的跟上帝说话。我们觉得自己很想表现得很刚强，我是一家之主，我是一家之母，我是工作，我有地位的，等等。我在教会我是执事，我是长老，我是牧师，我是传道等等，很像不能在大家面前太软弱，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干渴、这样渴望隐藏起来。但是今晚呢，我们今天在这边聚集，并不是偶然，是上帝的灵感动我们聚集在这边，邀请我们一起跟他来面对面。所以和上帝的约会，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承认我们是口渴的。好，所以我再问一次，你会渴吗？你会渴吗？是我们灵里是口渴的，我们要承认说我们是需要神的同在，承认我们累了。那对神说，如果没有他的爱，那我们就真的走不下去了。所以今晚的敬拜之夜呢，是个寻找水源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上帝要透过这段经文来对我们说什么。先邀请你告诉旁边人，跟他说，今晚我们要找到活水。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你们大家眼睛都很好 ，OK。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我几时得朝见上帝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食物，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我的上帝，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萨山纪念岭。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施慈爱。祈祷赐我生命的上帝，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应当仰望上帝，因我还要称谢他，我当面的拯救，我的上帝。所以诗篇42篇呢，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话，叫做“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所以我们一起来想象这个画面好了。我们想象这个画面好，你脑袋可以自己想象，就是好像鹿在森林里面散步徘徊一样，然
然后走一走，他听见这潺潺流水的声音，他就优雅的低下头，这样，然后喝水滋润喉咙，然后所有的干渴都疏解了。好，大家觉得这个画面很像小鹿斑比一样，非常浪漫，但其实错的，这画面是错的，这个画面是错的。好，跟大家解释一下，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中东，旷野里面有水，你觉得旷野里面有很多水吗？没有，旷野里面没有很多水，所以旷野里面要找到水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那一只鹿呢？你想一想，它有可能在大太阳底下，然后被它的天敌追捕，跑，或是它经历了长期的干旱，因为在中东呢，有6个月的干季是不会下雨的。那这时候鹿的喉咙会像火烧一样非常的干，而且它的体温会高到自己快要烧掉了。而且鹿它几乎不会流汗，所以我们人可以流汗呢，就是因为我们透过流汗把我们的热气排出来。那但是鹿它几乎不会流汗，它能解热的方式就是靠喝水。所以如果它没有喝水的话，那它可能就会中暑，然后脱水死掉。所以切慕的意思呢，我们经文讲切慕吸水，我的心切慕上帝。那切慕原本的意思是急促、痛苦致死的哀叫，所以它不是很优美的一个画面。你想，如果你现在快渴死了，你会说我好想喝水？不会，你绝对不会这样。你一定是说哇，好渴啊，我好想快喝。对。所以对这只鹿来说，这个吸水它不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不是他今天还拿着香槟的杯子，然后里面装白开水来喝，并不是这样，而是对他来说，吸水就是他的命，他找不到水，他就会死掉。所以当诗人说他切慕上帝时，他是在表达一种生存的本能，他是在告诉上帝说：神啊，我真的需要你，如果这个晚上我没有遇到你，我就要准备死掉了。这就是切慕的意思。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可能我们处在一个让你觉得精疲力尽的一个处境当中，或是你心里当中有一个伤口你说不出来，不敢跟别人说，但是你的心却一直在流血。当诗人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食物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要隐藏他的痛苦，他的软弱，他很坦白的说：我现在非常忧闷，我的心好烦。所以其实上帝并不需要我们伪装，当我们对上帝展现出我们真诚的一面的时候，这个医治就开始了。阿们吗？我再说一次，当我们对上帝展现出我们真实的一面的时候，这个医治就开始了。当我们愿意像这个鹿一样，带着真实的哀求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要发生。第7节他说：你的瀑布发生，深渊就与深渊响应。我们每个人其实心里都有一个深渊，这可能是我们最深沉、最痛苦、没有人懂的寂寞，连我们自己可能都没有办法承认，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破碎。但是感谢主，上帝他也有一个深渊，这个深渊呢，就是他无穷无尽、深不可测的慈爱。当我们愿意把这样的痛苦的深渊对上帝敞开的时候，神就会用他充满力量的爱来回应我们，这就是所谓的深渊与深渊响应。那经文说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这并不是说这个波浪要把我们淹没了，是说上帝要把我们整个人浸泡在他的爱里面。就像是最干旱的时候，如果下一场雨下来，是不是非常舒服呢？没错，这个雨会洗掉我们身上的灰尘，还有疲惫，还有污垢，一切都洗得干干净净。那这就是所谓灵跟灵之间，我们的灵跟神的灵之间的相遇，还有响应。当我们交出我们的破碎跟空虚的时候，神就会用他满出来的爱覆盖我们。当我们在敬拜时，我们把心打开，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的爱其实有一种超越时间的稳定。第8节说，白昼有他的慈爱，黑夜有他的歌颂，这代表神随时都在看顾我们。阿们吗？阿们。
那可是为什么我们在烦躁的时候，你觉得你感受到神吗？我好烦，然后你觉得有听到有人在唱哈利路亚的声音，就觉得神来了。至少可能我没有，可能你们大家都很圣洁，你们大家都有，我没有。有时候我烦躁的时候，我并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因为我们心里的声音太多了。我们听世界的声音，听家长的声音，听老师的声音，听老板的声音等等。但是创造世界、无条件爱我们的主，他的声音却被我们忽略了。出埃及记他记载摩西在他看见荆棘在火中被焚烧，没有被烧毁。他说：“我要转过去看这大异象。”他说：“我要转过去看这大异象。”所以今晚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要转过身，看着神，专注在神的身上。当我们专注在神的身上，我们期盼神迹要发生。阿们。那接下来诗篇他也继续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你为什么烦躁？应当要仰望上帝。”所以写这个诗的诗人，他发现说，如果他继续专注在这些让他烦躁的事情上面的时候，他只会越来越渴，他只会越来越累，所以他就决定转过头去，看着他的当面的拯救，这个平安就会进到他心里。所以我想邀请大家，我们闭起眼睛，一起想象一下好了。好，闭上眼睛。不会很久，所以大家不会睡着，不用担心。好，我们闭起眼睛，一起想象一下，就是你正处在一个黑暗的洞穴里，但是上帝就坐在你的面前，他伸出手，非常温柔地捧着你的脸，让你的眼睛直视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神没有责备，没有让你有罪恶感，也没有质疑你为什么又软弱了。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你，让你知道他一直在这里。这就是当面的意思。好，我们可以把眼睛张开。你觉得你刚刚有在那短的几秒当中，你觉得你有感受到神的同在？请你举手一下。不用害羞啊，对啊，我们举手，我们不会说你是怪胎，没有。好，没关系，请放下，谢谢。好，那经文中的拯救呢是什么意思？刚刚经文说是当面的拯救。拯救呢，其实它还有更深的意涵，就是帮助、释放、健康、福祉，就幸福，还有丰盛的意思。当我们发现这位创造宇宙的神，他此时此刻就在这个空间当中。我记得有一首诗歌这样唱，你们可能不一定有听过，但没关系。他说：“这氛围在改变，当耶稣走进这空间的时候。”所以你能想象吗？虽然我们看不到耶稣，但其实耶稣他可以走进这个空间里面，就好像我们可以摸得到他，闻得到他的味道，可以感觉到他的体温一样。所以当我们发现这位创造宇宙的神，此时此刻就在这个空间，他专心地看着你，他听着你心跳的声音，这种被看见、被接纳的感觉，这就是最温暖而且又最强而有力的医治。在我们等一下的敬拜回应当中呢，我们就单单的享受在这样的敬拜当中，单单享受在上帝的注视当中。当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烦躁的事情，其实这些烦躁的事情很大吗？没有，它跟上帝比起来，这些烦躁的事情真的是太小了，因为神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面对这位当面爱着我们的神，他的同在就正在包扎我们的伤口。这就是灵与灵的对话，就是当我们放下自己的目光，转而领受上帝的注视。好，这时候呢，我想要邀请我的妹妹就是我们的亚拿传道一起，她来做个见证。我们用掌声欢迎她。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开心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一个算是小小的见证。我从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因为我们教会开始设立社区的舞蹈班，那身为 PK， 也就是身为牧师小孩的我，也就是教会的白老鼠，
所以呢，我就必须一定要开始去参加这个社区舞蹈班，也因此我就开始了人生第一次接触跳舞。那跳舞对我而言呢，不只是我的热忱，更是我的生命。在小学6年级那一次，很荣幸就是能够跟基督教的一个乐团叫做欧赞乐团来合作，然后也因此我们展开了全台跟在大陆温州的一个巡回的演出。那个时候的我，似乎带着对未来有一个极大的盼望与憧憬，以为我自己会一直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不断的跳舞，持续的跳舞下去。然后在我高一大概下学期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教会的舞团到了新庄体育馆去演出服事，在这一场的服事当中，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我受伤了，完全彻底的击碎了我的梦想。当时我就受伤之后，我的左脚整只完全陷入了瘫痪，毫无知觉，完全没有办法走路。也因此我就住进了双和医院。那在双和医院短短的5天里面，我经历了3次的核磁共振，1次的脑波的检查，然后也有抽血等等，还有无数次的各项的检验。能做的医疗检查，我所有全部都做了，但是医生却来到了病房，然后来跟我摇摇头说，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病因，完全找不到原因。到了那一周6的早上，我看着自己毫无反应的左脚，我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彻底的绝望。我心里面就想，算了吧，我的梦想应该就到此了，我永远不用再跳舞，不用再打鼓了。所以我就无奈地接受了自己即将成为一个永远瘸腿的年轻人的这一个事实。然后我就跟我的母亲说，我要办理出院，我想要回家休息，因为其实我心里面完全对自己放弃了。我心里面就开始思想，一个舞者没有了脚，我还剩下什么呢？就在我最痛苦、最想放弃的隔天周日主日的早上，在一大清晨，我的母亲就是潘牧师，她来到我的床边，然后将熟睡当中的我叫醒，说着要带我去到台中去找一位中医师来治疗。当时已经心灰意冷的我，二话不说的就当场就跟我母亲拒绝。当时我的妈妈却眼眶泛着眼泪对我说，女儿能不能再相信妈妈一次，为了妈妈我们去台中试试看好不好？我的母亲潘牧师她很少流眼泪，所以看着母亲的泪水，在无路可走的我这样情况下，我只能在心中默默地向神呼喊祷告。我跟上帝说，如果是这一次就医治我吧。因此我就答应我的母亲去到了台中接受治疗。到了台中的诊所，很奇妙的是，那一位中医师也是某一间教会的长老。在整个对我的治疗的过程当中，这位长老并没有去谈论医学的困难，而是他不断用上帝的话语来不断的对我宣告。他对我说，孩子，上帝一定要医治你的双脚，因为神要让你继续用跳舞来赞美神，来荣耀神。所以这一句话瞬间像一道光，让我再一次将我的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在那一个关键的时刻，有一句经文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面。经文这样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所以我忽然就明白了，过去我跳舞可能是靠着我自己的才华，靠着我自己这个健全的双脚，但现在的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只能单单的仰望上帝的名。所以在家人跟这一位长老的祷告当中，还有上帝不断对我说话的里面，敬拜跟祷告成了我最深的盼望的来源。所以当我放下医学的诊断，把主权再一次交托在上帝的面前，奇迹竟然就在这短短半个小时内发生了。所以在半个小时前，我是带着绝望，拄着拐杖，
一瘸一拐的走进这个诊所。但半个小时后，没有想到我竟然是双手高举着我的拐杖，一边跳着舞，一边流泪走出这个诊所。所以我的左脚就这样完全恢复了知觉。这个医生并没有做任何的治疗，他只是用抹布，然后用那个毛巾，然后热敷了我的脚，然后不断为我的脚来祷告、来宣告，然后神就这样亲自了医治我的瘸腿。所以经历这一次的翻转，上帝的祝福更如同巨浪般一样涌入我的生命，带我走向那以前我从未想象过的服事演出。所以神开始扩张我服事的境界，我开始接到许多的邀请，有到大陆的北京、成都做教学、舞蹈教学，随后甚至在美国国际祷告音乐侍奉的学院，好几十人的一个甄选当中，我成了那间学校最年轻的乐团的团长跟主领。在隔一年，在澳洲 Planet Shakers 教会有100多位的甄试当中，我也被选上成为圣诞歌舞剧的舞者，而舞者仅仅有6位，而我就是那其中一位唯一的台湾人。更在参与教会的短宣服事当中，站在台上带领超过1万人的当地居民一起跳舞赞美神。回到台湾之后，上帝的带领更是奇妙。因着原本我们的舞蹈老师需要生小孩，牧师就邀请我接任我们教会舞蹈的编舞老师。后来我更被邀请担任台湾马街150周年在和平篮球馆举办的庆典活动的编舞老师，并且在台南、台中的巡回当中，我同时兼任鼓手，也兼任了舞蹈总监。所以回头看来，那一段差一点让我瘸腿的经验，其实是上帝的祝福。如果没有在当时这个绝望当中，我不断流泪的祷告，不断赞美神，我就不会明白什么叫做不靠车靠马，只靠耶和华。所以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所以最后我也想鼓励大家，不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低谷，我希望，我也期盼我的见证能够激励你们，能够挑旺你们对上帝的信心，不要放弃。当我们愿意在困境当中放下我们自己，俯伏在神的面前祷告，随时赞美神的时候，上帝的盼望跟医治一定会成为我们重新站起来的力量。阿们吗？阿们。所以愿上帝在我身上所行的神迹，也要加倍的祝福在你们身上。阿们。谢谢大家。感谢神。那刚刚的见证让我们看到说，上帝是多么渴望医治我们。阿们吗？阿们。所以我们相信这样的医治能力在亚拿传道身上发生，我们也要经历这样的医治。那今天的经文说，上帝是我们当面的拯救。那其实上帝不只是我们的拯救，上帝是我们当面的健康，我们当面的帮助，我们当面的丰盛，我们当面的福气。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这段与上帝面对面的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personal， 就是很专属我们自己的时间，这就是你跟神独处的时间。所以我想邀请大家，我们就把自己当作那只已经跑了好久好久，渴到没有水就会死掉那头鹿一样，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你现在终于找到了这个溪水，而这个水就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需要再奔波疲乏，我们只需要低下头，让上帝的爱来滋润我们这个干渴的灵魂。所以这是个交换的时间，就把你心里的烦躁，还有那些看不见的伤口，一件一件的交给上帝。我相信，取而代之的，你将你的痛苦交给神，神要交换的下来的是他的力量跟他的伟大的爱。阿们吗？然后我们就安静的领受上帝，因为神就是我们面前的拯救，我们面前的帮助，我们面前的健康，还有我们的丰盛，还有我们的幸福。让我们一起邀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在上帝的爱中与他相遇。
们一起来唱。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我邀请每一个人高举着双手，一起来敬拜。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我这边有个感动，就是我想要邀请大家，我们先把我们的手大大的举起来。为什么要将手举起来呢？这就是我们预备好要领受神的最佳的姿势，最佳的姿势。所以你想象一下，小孩子想要讨爸爸妈妈抱抱的时候，他是不是把手举起来？是的，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在这时候，我想邀请大家，我们开口来为自己祷告。为什么祷告呢？我们先承认我们的疲惫。是的，神啊，我们累了。我们没有办法再靠自己在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可能服侍累了，我们可能在学校累了，可能养家庭是辛苦的，但
但是我们相信神要来填满我们内心当中的空虚。我们首先就先倒空我们自己，承认我们是渴的，对主啊说：主啊，是的，我需要。就像刚刚所说的，如鹿切慕一样，这个切慕不只是渴慕，是哀求神。因此，我邀请大家，我们数到3，我们大声的开口，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向神哀求，说：是的，主啊，我需要；是的，主啊，倒空我；是的，主啊，我是口渴的。我们一起大声开口来祷告，1、2、3，哈利路亚！谢拉巴巴西列的 K 的西列的西列的西列的西格拉，是天父，主啊，我们大向你来祈求，主啊，是我们干渴，我们需要你，主啊，唯有你是我们的满足。谢拉巴巴西列卡的西列的西列的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相信神啊，在今天我们要再次与上帝你来相遇，我们要与圣灵你来相遇，圣灵要求你触摸我们的心，主啊，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哈利路亚，耶稣呀啦啦啦啦，库啊啦啦啦啦，将无限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神灵更新，掌管我一生，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神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接近我心接近我心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这就是你与神最棒的相遇的时刻。接近我心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接近我心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心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神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求圣灵更新，求神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求神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所以我们要更深的来亲近神。我们相信，当我们完全对他敞开的时候，这个医治就要开始了。这医治不只是你身体的医治，你心里的医治，这时候已经开始。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更亲近你是我心唯一盼望，耶稣你耐心等候，因你同在，我的信心被点燃，耶稣你是我所需，我愿向你敞开我的心，我向你敞开我生命，求你运行在这里。
信心，我凭信心紧抓住你不放手，因我心靠你话语。高举手，我们看见神，渴慕看见我高神迹。举手，渴慕看见你神迹，你的心事到永远。大声来宣告你的信实，你的心事到永远。我愿向你敞开我的心，我们向神敞开我们的生命。我向你敞开我生命，求你运行在这里。我愿献上我全心，我愿献上我全心全意，预备自己领受你，求你运行在这里。在这个时刻，凡事都有可能，奇迹从天降临，运行在这里。我们同心欢迎耶稣尊贵君王，你的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在这个时刻，凡事都有可能，奇迹从天降临，运行在这里。我们同心欢迎耶稣尊贵君王，你的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大声来宣告，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时刻，凡事都有可能，奇迹从天降临，运行在这里。我们同心欢迎耶稣尊贵君王，你的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我愿向你敞开我的心，我向你敞开我生命，求你运行在这里。我愿献上我全心全意，预备自己领受你，求你运行在这里。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时刻，凡事都有可能，奇迹从天降临，运行在这里。我们同心欢迎耶稣尊贵君王，你的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时刻，凡事都有可能，奇迹从天降临，运行在这里。我们同心欢迎耶稣尊贵君王，你的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我们将掌声大大献给神。我们相信神迹已经降临在我们当中了，阿门吗？你相信神迹就在这当中，你就大声说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我相信我们敬拜的中心就是耶稣。 Amen。你能想象吗？创造世界万物的主，竟然也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你光是想到这点，你就觉得我们的心都已经满足了。 Amen。是的，
因此我们要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大大的向神敞开。我总觉得我们当中还是有些人有点害羞，你可能觉得你在唱歌的时候大家会注意到你，其实没有，这时候就是只有你自己跟神好好唱歌、好好敬拜的时候，没有人会注意到你的唱歌的脸表情是什么样子，没有人会注意到，大家都很专心的在敬拜神。所以我邀请大家，你全然的敞开，你不一定要在自己位置上面，你看旁边走廊都还有空位，你可以站开一点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唱。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欢迎你降临。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是的，这个恩膏就像雨要解我们的眼渴。未看见，是的，天父，你来充满我眼们。未听见，渴慕更多。是的，我们渴慕，我们大声地来唱，大大张口。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大大张口 ，Come on！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你，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我们欢迎君王降临，
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天窗，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最后一次大声的来呼求，呼求天窗打开。掌声献给神，哈利路亚！是的，天父，我们渴慕你的降临，主啊，就像那鹿切慕溪水一样，我们渴慕你的同在，我们渴慕你的雨到我们当中来滋润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邀请大家，我们要进入一个更深层的敬拜。我们本来在外院，现在我们要进入到至圣所。我们相信我们在至圣所当中，我们可以坦然的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所有的忧虑都交给他，就单单的爱着这位神。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耶稣，我要爱慕你。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
声的来唱。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我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敞开我们的手，让圣灵这时候来动工。圣灵要再一次告诉我们，孩子，我爱你。圣灵要再一次对我们说，孩子，你是最卓越的。不管世界的人怎么评论你，孩子，你是最有价值的。好吧，我们就用一些的时间，让圣灵再一次来拥抱我们，再一次来触摸我们。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画面，也许这个画面是你现在人生当中正在走过的一段经历。我看见有一个人走在路上，他到了一个交叉路口，
有右边跟左边，一边的路是石头路，一边的路是沙漠的路。当他看见这两条路，他不知道他该选择哪一条路，因为看似这两条路都不是很好走。当他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他开始看见这一条沙漠的道路上有脚印出现，但是并没有人，他并没有看到人在上面走路。然后他下一秒却发现，他好像已经走在这个沙漠的道路上面，但是他的脚并没有碰到那个地板，他的脚并没有被那个沙子弄脏。这个人他觉得非常的奇妙。然后当他回头一看，他看见的是耶稣将他捧在耶稣的手掌心上，使他不断的往前。即便这个沙漠的道路很多沙子，可能甚至有虫，但这一些的伤害，这一些的虫都没有办法去攻击他，是因为耶稣为他背负，为他承担这一切的伤害。这个人他在耶稣的手掌心上，他非常的喜乐，他非常的自在，他非常的轻省，他享受在耶稣的这个怀抱里面，耶稣这个把他当作珍宝的这个感觉里面，因为这就是爱。所以我的领受是，这一个人或许是你，你可能面对你人生当中的一个岔路，你不知道该选择什么，但耶稣对你说，孩子，你尽管信任我，因为我要引导你的脚步，我要成为你路上的光，我要引导你的脚步走往那看似不好走，但是耶稣与你同在的时候，这一切的路，一切的攻击都要变得轻省，因为耶稣为我们背负，因为耶稣为我们承担。所以圣灵要来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的人生遇到挑战，只管我们信靠神，只管我们呼求神的时候，神会为我们解决困难，因为在神里面凡事都能成就，即使人不能的时候，在神凡事都能，即使人遇到绝望的时候，耶稣进来，圣灵来了，盼望就到了，好不好？所以当我们再来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大声要来唱，要跟圣灵说，圣灵，我们渴慕你，我们爱慕你的时候，我们高举我们的双手，因为圣灵今天要翻转我们的生命，他要再次更新我们的心意，好不好？让我们高举我们的双手，我们一起来唱。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主，我心满意，我心满意。
我觉得是时候可以来快歌吗？宣告一下，得胜的宣告。好吧，圣灵已经在我们当中做工了，Amen 吗？Amen。所以我们一起喜乐的来宣告，我们是得胜的子民，Amen 吗？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
我的生命宣告。我们要活出得胜的生活，阿们吗？阿们，哈利路亚！转向你旁边的人，跟他讲说：你真是天国的唱跳歌手。唱跳歌手，你是天国的唱跳歌手。听说现在是祝祷的环节，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当中有非常棒的敬拜。主，我们相信我们需要身心灵的医治，都在敬拜当中可以得到。主，我们也相信我们每个人要切慕溪水，切慕来敬拜你，切慕你的医治，切慕你对我们的爱，切慕你赐给我们的健康。切慕你对我们的拯救与帮助，这样祷告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没错，这首对，这个没有 say 好的，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挽手演戏，这是我的生命血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挽手演戏，这是我的胜利宣告，这是我的胜利宣告。最次大声来说，这是我的胜利宣告。归给神，你告诉旁边人，跟他说，你就是信心的勇士，你就是信心勇士。接下来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的执事。好，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没有，好，就是呢，我们先跟你左右两边的说。很高兴今天跟你一起敬拜，对，然后我们也要一起来感谢今天永光教会在我们当中的服侍，我们一起谢谢他们。好，谢谢永光教会的。好了，那为了一起来见证这个美好的时刻呢，我们现在要一起来拍个大合照，一起来留念。好，那现在请大家就是我们往中间移动，然后可能请我们把那个中间的桌子并起来，然后就是大家可以坐着或是对把椅子并起来。哦，可以的。OK， 好，那好的，那我们来到台前好了，我们来到台前的空间，然后我从台上拍下去。好，大家开始移动。然后我先试试看，然后大家先往前集中，全部都先蹲着或是站着，然后在这个空间。好，我先有可以，所以可以往前一点，没问题。好，可以再往前，然后对，再往前。好，接下来往中间一点，然后浩一点往左边。好，我先试拍一个，看看大家有没有都露出来脸。好，可以。好，那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喊个那个我们平常夏令营很常喊的口号，就是我等一下会说 Who is the best， 然后大家一直说 God is the best 哦。OK 好，然后这个 God is the best 这4个单字呢，就是可以4连拍，大家想4个动作 ，OK 吗？好，我都在这 ，OK 哦，随机讲4个动作哦。好，准备好了 ？Who is the best？ God is the best。好，谢谢大家。
有吗？有吗？OK 吗 ？OK 好。好，那我们最后呢，就是我们在会后有准备我们的茶点，然后大家可以往我们的吧台去移动。好，谢谢大家。好，大家可以彼此请安，然后我们往我们的左边，我们的招待会指引，大家可以来享用我们的茶点。 But by lifting our voices, we're leaning into what God is doing in the room. So if you've been walking through that valley, this is for you. This is your time to lift your voice. Just begin to lift your voice right now.